爱情，迄款该伤害离去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，爱上有意义爱袂转来。流浪的心情无意来探讨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转来改唱，爱黑马萨，两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的心情无意来探讨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错点转来改唱，改黑马萨，两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来哦，哈哈，真无简单哦，做咩啊？总大家就洗过出去啊。哎你啊，再有机会过两3年的时间啊。哇，暗雄哦，这细水啊，我要请讲，无想到人家速路暗考哦。俺做的艺术弹吉他，艺术煎牛排呢。你想要变矮啊？是啦，那牛排要用来吃嘞，没用来看的，吃啦。俺盼得是的，暗用亲像会将爱的幸福失去。我从来都冇想过，咱交往係一種感覺。一下嚟增見喺全世界最幸福嘅社會。不過仲係唔掂，有種感覺，感覺真斷腸。今日老兄日本嘅機會吼，我們告訴好了。哎呀，你都做得久做一陣幸福什麼人啦？佢用會說的呢 ，Eric 可以條件暗好，風是真可惜嘅。但用會有可能遇到自己嘅幸福，可以中獎 superstar。假設你希望吼，係咪 OK 啊？是啦。阿磊，哎，高手你来啦？要不要吃牛排？不吃了。申申老师，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好规矩，谁先扫完台上的球，谁就赢。赢的人呢，可以从输的人身上拿任何一样东西，一举定生死。我身上哪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？我要你这个。其实你迟迟不肯答应 Eric 去日本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吧？那个美女老师。其实撞球是靠脑子的运动，利用几何学与力学的原理，让球随着你的意识旋转、前进、静待。我是怕你在这种不用脑的地方待太久，已经搞不清楚你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了。偏偏还是有人痴痴的在等待你带领他们重振天地雷。哼，我看我得告诉他们，别再做白日梦了。
说的没有错，撞球是要靠脑力，不是靠嘴巴的。做比说还要重要。打篮球赛吗？废话，当然有啊！他昨天还对我笑了。你确定他是在对你笑吗？我觉得他整场都在对我微笑啊！怎么可能？公爵只会对校花级的女生有兴趣，好不好？那顺便旁边坐的是我，他才会对你笑。小白痴啊！我昨晚都没办法睡，只要一想到他跳起来投篮的样子，我就……你会记哦，年年都会强勇的部署。你要干嘛？小姐，有人很欣赏你，想跟你做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对花过敏。我是公爵，是我想和你做朋友的。上次你在幼苗音乐大赛的时候表现得很棒，我很喜欢你打鼓的样子。谢谢。你可以不喜欢花，但是你不可以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你？因为我喜欢的女孩子，从来没有人能拒绝我的追求。是吗？我想你会遇到第一个拒绝你的人了。喂，我是。你好，你找我，应该是要谈阿雷去日本的事吧？你和琳达虽然不同类型，但是你们都是聪明女孩，难怪阿雷会喜欢你。那我直说了，阿雷想放弃这次去日本的机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打听过了，在 Eric 的合约里面有一条规定，如果阿雷去日本发展，5年内他不得公开谈恋爱、结婚。我不知道有这条规定哎，阿雷他没有告诉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音乐是阿雷的第一生命，没想到他竟然愿意为了爱情而放弃这次大好机会。我想，你一定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爱他，就更应该支持他，让他去日本实现他的梦想。我当然支持阿雷的梦想啊，可是 Eric 虽然欣赏阿雷的音乐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才华的音乐人那么多，他不可能一直把时间耗在等待阿雷的犹豫不决。他已经回日本了，多拖一天，阿雷机会就更少了。
难道你希望成为谋杀阿雷才华的杀手吗？也许有一天，他会因为他一辈子平庸，而责怪你拖累了他。这样，你们在一起还会开心吗？用啊！刚刚来听说你前你张黑色啦，哦，你的这幸福的小女人哦，越来越大女人了呢。用的喏，我你老爱牵牛排就系大女人哦，跟俺喊一拜，用为系你老爱做事。好啦好啦，你哦，俺爱做乜嘅都做得，好冇？真经做乜嘅做得？当然啦。向下来去日本。啊？你讲乜嘅啊？我讲啊，我老二向下日本啊，佮暗号嘅机会哦，我无希望你不用听。你要想清楚哦，你老爱去日本，你对风雨那边条路很有朋友嘞，你知冇？我哋啊，故说我已经有做天下妇人嘅心理准备咧。天下妇人。错噶，为到要保持形象，唔得哦，听说唔得有女朋友，行家唔是讲结婚咧，故说我唔就天下花咧咩？你唔会在意哦？唔会啊，人做得哦先订婚，过后再去日本。哎用咁好？哎呦，用会唔好呢？我知道也系两全其美嘅办法。你哦去到日本，做得专心发展人嘅事业。我哦做得照顾人嘅生活，以后呀。佢，我说明係留幾條死人呢，不用解釋啦。笨蛋就冇可能見照顧佢哋呀。用嘅咯，冇想我人嚟強下。唔係啊。像係我冇法度變下，我說明留幾條死人呢。既然就做得唔關俺咁數咩？我咪想去高兩三年嘅世界啊，到時節，下面有可能有七個死人呢。陳陳啊，你下條去翻學，真見無將啲人追都講出來呢。有嘛咁唔錯？佢笨蛋就會做乜面對嘅問題啊？人嘅條路，佢衝快啲嚟係冇啊？你會變做老一輩嘅什麼人強用呢？我笨蛋就係一般嘅什麼人，我要求嘅也係清一般、清普通嘅。都唔係我嘅真心話，唔過我係做得用會做咯。請無限啊，請無限，阿出現忙，阿出現忙。你做乜嘅啊？啊，呆嘅，根本你冇愛去親親咩？做咩啊？我哋真嘅唔掂哦，談戀愛什麼人都想乜嘅呢？你會喏？之前晨晨唔會用嘅啊。來了。
阿春姨，晨晨，一見你哦，冇來面笑哦，睇自家清少年嘅。冇啦，一餐咩好過較無閒啊，冇時間過去啊。阿春姨一坐啦，讓人多一筆水。好嘞好嘞。哎呦，硬係阿瑞哦，老種菜哦，那本嘢佢都冇愛啊。然後阿瑞上炒嗬。也唔係上炒啊，我買嘅事情阿春姨唔是誰啦。我唔係小雞，我係小魚。阿瑞老愛講，我喜歡一條嘅聲音誒。我哋啊，你唱會替陪你想誒，你會講一條嘅話，聽錯有你嘅道理，係冇？阿春姨，我冇想暗用啊。不過假使我本阿瑞還挺急性去日本，佢下禮拜聽說會消費嘅，我冇想變做太人家嘅屬嘅，總唔得按此事，總唔得啊！啲啊，哦。阿春姨，我到去讀書了哦。哦，等下等下，你留下等下，我有事情哦，愛問你條誒。阿春姨，有冇嘅事情做唔得做嚟講門啊？我到圖書館蠻多咧。哎呦，圖書蠻多，梗有比阿瑞哥嘅前途重要啊！阿瑞哥用半年啊，佢係我去日本嘅。唔對，知道佢去日本咁好啊？也應該唔係人知道好唔好嘅問題啊，應該哦，我看阿瑞哥佢自家咁要上去。你就希望佢去日本冇？我係有條嘅唔盼得啦，總共幾老人向下生法按久了。錯啊，但係我冇法度聽到佢罵人嘅聲哦，我嘛都冇習慣呢。不過阿瑞哥係一隻家庭嘅支柱，係講佢冇出嚟，我會親手嘅。你想乜嘅啊？阿瑞哥啊，冇法度照顧一個家庭一世人啊，但人都太累，離開一個位所。到時就阿瑞哥就冇法度發展佢自家嘅理想老抱負，上到佢本人看到一個仲好，人就應該愛替阿瑞哥想嘅。哎呀，就係看哦，佢自家樣嘅想咯。好嘞好嘞，去圖書去圖書，好嘞好。喂，阿干嘛呀？没有啊，我在整理东西。没事啊。我下星期要去你陪我去買衣服好不好？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等一下去店里找你。嗯，拜拜。
多少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珊珊，你的眼光真好哎！这衣服让我穿了之后变得婀娜多姿、闪闪动人，前凸后翘，蚂蚁腰，好赞啊！下礼拜我一定要让那些男生拜倒在我礼仪女王的裙下。哎，对了，你有跟阿雷谈他要去日本的事吗？哦，谈了一点。怎么样？你有要求他留下来？他愿意留下来吗？没有哎，我想了想啊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阿雷在年轻的时候就去追寻他的梦想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这样他的人生才不会留有遗憾。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！你知道这年头多少女人找不到男人吗？连那种有家室的都有人抢着要哎，何况是阿雷这种有才华又单身的帅哥。哼，你放他去日本，不是白白把到嘴的鸭子送给别人吗？阿雷应该是老鹰，不是鸭子吧？好了好了，就算阿雷是老鹰，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你还指望他飞回来？你还没决定吗？我还得再考虑考虑。那么也许有件事可以列入你的考虑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是谁把天地雷 CD 交给 Eric 的吗？谁？是琳达。琳达的前未婚夫跟 Eric 是好朋友。琳达真的很欣赏你的音乐，逢人就推荐你。是他低声下气去求那个抛弃他的男人，请他引荐认识 Eric 才找到你的。不知道 Linda 为了我做这些事，连 Linda 都没有忘记你当初的梦想，还在努力寻找机会让你实现你的梦想。你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？我没有答应立刻去日本，不代表我放弃我的梦想，只是你舍不得唐森森，还是你已经习惯这种地方，习惯跟这种三流的歌手竞争，害怕看到自己技不如人？哎，高手，你讲话客气一点。什么叫三流的歌手？只要有舞台，就有发光发热的一天。当初我们不是这样慢慢爬起来的吗？没错啊，我们是这样爬起来的。但是有更大的舞台，就更应该有勇气去挑战它。这句话，不是你当初对我们所有团员说过的话吗？我没忘记我说过的话，我也没忘记我们的梦想，我没有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劝你，除非你肯实现诺言，接受这次让天地雷付出的机会，否则我今天就当没有这个朋友。搞什么啊？又来了。太夸张了，连手机号码都附上了，以为自己是谁？算了，这件事情迟早要解决，
还是约他出来讲清楚好了。怎么样？要改变信当我的马子了吗？其实我们家公爵人真的不错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找你出来就是要跟你解释清楚，你这类型的男生恰巧是我最不欣赏的，请你不要再送我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造成我的困扰。不好意思，造成你的困扰。那么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闷一点、有型、有个性的男生。总之，不是你这一型的。你做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又 man、有个性又有型的男生吗？我这样很 man 的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这个猪头！垃圾！孩子，小米，来这。神大字，你给我记住。卢英言啊，真嘅唔好意思哦，挨到個太子哦，太魯服咧啦，你就原諒佢好冇？一句話，做人原諒教人泡力，你咁都看出家提要啊？盧先生，我想你啊，件事情的原因吼，喺入邊也計來嘅，先去所有細妹同學爭初審嘅啊，身體兩邊都唔錯啦。姑嫂咧？姑嫂睇自家都容易鋪啊。亞位先生，請唔免較清楚啲喂，亞下本人大團批量咧，係硬嘅報備來呢，韓國真硬調查，現場也冇其他人，萬一做得證明，亞來皮膚嘅當每個人都上心意嘅。就算冇人看到吼，天公伯咪看得到啊。冇講到。哦，盧英言啊，有上年看唔啲事情啊，冇按用啦哈，係睇個事情呢，轉做寫個事情，寫個事情呢，轉做冇事情好冇？唔都開乜嘅玩笑？我同講，廿件事情，我冇按簡單就標記實啦。生意哦，我當然唔錯啊，你想用嘅哦，就針對我就好嘅啊。太子，阿春姨，你挖到自家嘅意眼哦，就風神都會死，挖到做乜嘅事情哦，都唔是負責任。像咁樣哦，冇講道理嘅人啊，做乜佢老佢拜託費事啲啊？人家後生嘅講法係很太上嗬。好啊，我看啊，留在我力氣，許多白人攞法官講，我當期待都發現嘅表現。你，孩子，我亂講法了。盧英言啊，這兩時哦，你出來先啊，要打你一票的啊。你係做太事情嘅人啊，咁做對本後生人一隻機會啊，唔好講嗌到太子啦。哎用啦，你愛哦，買個補償，都做得啊。阿春姨，太子，阿綠哥，你也講惡事哩咩？咁講哦，你眼就做得冇講道理啊！你真嘅哦，莫名其妙啊！太子，太子，你看啊，入那個生意，出家做唔出事情，係太馬顧身上。是你啦，是你啊。對啊，太子。阿綠哥，你變態咧，你頭髮咩人用嘅啊？係啊，因為之前來做事情，較冇想很多啦。不過這時節嘅事情，搶喺人我一生有關係點點，而家情形都冇強用咧，佢會牽連出更多嘅事情出來。一上人做事哦，一上人懂啦，切對唔好哦，傾得都騙人嘅啊！
你我都真惊简单啊！阿妹啊，惨嘞，惨嘞，坏嘞，送报纸嘞，你看啊！哎呦，惨嘞，惨嘞！哎，送没啊？你送报纸有冇咁好惨没啦？哎呦，我们唔送报纸，连个民宿送报纸，看还有杂志啊，传都发个消息嘞。太过分嘞！讲嘛嘅哈，讲人个民宿哦，唔系政府立案的收容机构哦，还讲还落魄的天地雷主唱，还讲还什么利用童工来经营民宿啊。做咩啊？啲媒体報道嘅，你清楚網抄呢？哎呦，我嘛嘅死嘅啦，莫講笑啦。哎呀，那個盧議員哦，真係莫講偷理呢。你看哦，佢哦聽說用錢哦來買這個消息啦。做咩啊？你係做緊內幕，有咩理由？你冇法度，我係仲下人哦，聽到嘅事情我都知嘅，我請佢莫講。做咩啊？竟然咁啲下一期嘅威力彩，好買幾多啊？哎呦！乜嘅事嘅啦，你講笑。哎呦，我嚟去請迄盧議員哦，很記哦，留迄波頭哦拿鐵咧。哎呀，素梅啊，佢上面我都煮咗飯咧，而家去哦冇效咧啦。哎呀，做唔得啦，我哦一定要去講一下，我冇法度啦。哎，素梅啊，素梅。阿吕哥，我看过今晡日报紙的條下講的法哦，我也好都知的啦。知都好，希望啊無下禮拜咧。我也好去老錄音演費事哩，也麻煩啲人哦，係我願意接受佢所有的要求。我願意去少年感發現哦。我就入去啦，總共我冇想喺度牽連到他自家嘅。哦，你去少年間發現，佢哋嘅報道都係唔見得啦咩？我看啊，原來去嗰條人不考，攞嗰條報紙、雜誌，通通燒燒睇，順勢攞幾條木柱逼出來，我看樣較有效啦。阿呂哥。我幾隻心情哦，通你講笑啦。太子啊，你有冇唔錯做乜嘅可以少年間發現？阿呂哥，你下喺你衣服扛人哦，應該愛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啊。嗰講根本嘅事情喺人邊工作。先吃心裡的豆腐，這樣飲起啊！故說啊，任何個講乜嘅，全自家擔下來幾多花咧？點冇？好啦，呢度幾多 T 恤啦 ，fit 睇，冇長埋水冇嚟啊！暗晡要等到我哦，苦度通工誒。迄個盧主條，我去求佢，佢冇開門都算咧，還想買幾隻哦，等下個消息，過模子咧，下一擺哦，我唔會打票本記嘅，哼！阿翠。你買菜啊？我買長菜老魚啊。阿翠，係些哦，仲好係我去睇自家嘅。
迄个我无得出工作，家爸嘛唔会保护你啊。心怡，哎呦，遐几年哦，妈去艰苦也冇试过啊，唔会有事情嘅。不过以后沙皮克杀警察你，天使嘛报道鸦片负面嘅消息，现在有听风嘅银行，杀一杀停一杀都推荐风咧。哎呦，莫人来带就唔是变数啊，冇相干啦。不过，民宿嘅安全检查，所以因为工作家爸嘅检举，可以受到有关单位嘅调度嘅。好诶，莫讲诶啊！敢讲因为其迄年来诶，除了本期钱，有本期命系咩？佢反而哦，叫对你进一步，可以实现两样格实啦。错啊，心怡哦，下一摆莫讲安用嘅法，韩国讲演嘅屋也 Q 嘅啊。趁下个机会哦，整理一下也好啊，哈。小梅啊，账列的安检杀死哦，没有1斗钱呢，你爸多钱不会吃甜蛋糕跌下来呀？太子啊，你有没有按多嘅钱啊？小梅啊。没想到真金有钱哦，吃甜蛋糕跌下来呢。阿春姨，之前了人哦，我都骗你去图书馆读书，其实我喺一间餐厅哦去打野工啦。打野工拄喺几条钱哦，本来我批阿雷个新书记嘅，一下就用到撇嚟 visa 啊。虽然一条钱哦冇几多，不过。家咁做得天数多啦。没想到原来在跑你空哦，还记得老眼书记得快听呢。当然啦。也对啊，艰苦的事情哦，我唔会笑啦。是懂，哎，冇米上来煮番薯汤啊，哈。姑嫂，你会放弃你的感情哦？人迄无采影响啥感情啊，但迄惊怕未来如果遗憾。哦，语言问题很难解决，就是讲问题无法解决。打过来，教谁认得，这个，教谁是，我给你不。你打快了。嘿，迄面条诶。那煮完粥哦，煮好好嘅啊。刚才见做的暗血风了。好嘛，哎喏，总演做得啦。
是。啊？太子在警察局哦。哦，好诶，好诶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打电话。接电话嘞。什么名字啊？沈大志，出生年月日79年6月16。出生地新竹市。什么职业？学生。啊，太子很用的喏，要不你走到警察局来啊？有名身份证字号。哎呦，警察讲哦，草案部太子哦去夜店哦，哎呦，带太麻不能做到。胎嘛，请你配合点，那些大麻到底从哪买来的？大志啊，你赶快讲啊！阿春也相信你不会吸毒品的啦哈，你赶快跟警察先生说啊！没什么好说的啦。大志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你赶快跟警察先生说实话啊！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大麻。不知道？不会吧？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你要我说100遍也是一样。那你有没有呼？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呼过大麻。警察先生，我们大志我连烟都不会抽，怎么可能吸大麻嘞？不会的啦。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带他回家了哈。恐怕不行，他持有大麻是现行犯，不论他有没有吸毒，都要拘留侦讯。警察先生，你的意思是大志要留在警局过夜？没错。阿春姨，阿瑞哥，太子嘞，其中有冇听到你都转来啊？佢暗晡呀去派出所吼，是唔是钱给暗存的啦？哈？暴力狂会错过的咯，你一下真经验到太麻烦的啦。阿 K， 有人讲太子阿公唔会有事情诶。太敢唔是笑啊！警察哦，抢回太子撇下一堆的事情，冇问题啊。听讲嘅应该就做得转来啊，哈。所以大概等验唔有结果咯。人家死鬼诶，人家头脑都会总量都会起起口口的东西哦。嘛个起起口口的东西啊，那会松虚啦。好嘞啦，莫讲按多啦，你去检访啦吼。听讲你哦，太子哥就会转来了吼，你去啦。话快点说，不要待太久。谢谢你。太子，你用回来啊？我讲你四五个也皮嘅东西，故时我就带翻包去来。讲笑事咯，呢度啊有你新考试嘅扑吹上面。什么你？你爱哦，实在专一啦。你按阿妈嚟照来哦，轻危险。你点解先咪卡结？我听说阿康英你唔会输到委屈啊？杭州的输到嘛嘅委屈啊？迄种个不寒毛啊，冇人要倒毛啊。伊阿样哦，亲像阿春伊诶，弄。伊还实专一啦，网友底下哦，佢冇喺面皮嘅工作，更要会来商用伊诶。基本你打到按样，你要赶过来啊？伊按样按咁耐哦，我会担心啦。太子，
还是你听错某事托，真要为防你公头。阿绿哥，你又不会盯眼头鸦片啊？唔记得的心思啊，连前面嘅人都看得出来呢。来啦，送茶，来再来一转。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相遇。